你會見到好似不自主咁樣喺度喐動。咁大家都見過，我學過 Kundalini 同急鎖術，甚至乎各種各樣嘅療法啦。咁呢個係上一次氣功班示範俾同學睇嘅。咁你會見到佢會跟住喐動，咁其實就係跟住啲氣啊、能量啊咁去喐動啦。咁如果你個人融入到個氣場，咁你就可以做到啦。咁裏邊包含住幾樣嘢啦，氣功啦、能量啦、氣場啦，點樣去融入個人啦。咁如果你學咗氣功，你就可以進一步去玩呢啲能量嘅嘢，甚至乎去點穴，去用氣去醫人啊，或者玩類似呢啲咁嘅能量嘅療癒。